面写的就是我360能够享受的福利是吧？是的。360看，我是看你加了我才加的，是吧？你是在外交部的呀，是吧？你是外交官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我是响应我们团长的号召。 我是跟着你走。从展览9点钟，菜单下面只有2点钟，穿脱360块。南关街港旁边的原市原坊，阿哥算了，不个算嘛。看我埃个么是阿甘子，一干昆山。现在是3个半展览下6点09分。我第2次到上海去办申根签证，帮忙女神娘娘搬运我，那高头碰上天花板，园区钢铁站紧跟上班族的步伐，5分钟过后，后花园大站。 石门竹路日本930，点子半个钟头，新北门一大站。Hello， 阿你等我啦。上趟带的催配单子10分钟，结果足足排子2个钟头单。今朝一站店赶得去。哦哟，也是搿场店人爆嗨了海子。蛋糕是酱用心汤拌茶鸡，今朝也是办成功，我坐在里向去吃脱一盘，办不成功呢，还也吃。9点钟单开始进气站，日本3楼7008，上趟是年纪还好。 哎呦，已经有几个人了，凳子估计是一袋钱。阿拉我在，我是17号已经来办过一次，因为材料不全。哦哟，印制不够3，唯一来一道，翻起过里，现在我有2个钟头辰光，2个钟头里向办成功，才用不到来第3道。再上人家单子，我唯一个希望随了搿扇门里向。 人脸识别，为首还发家，雷水老海，现在马上去复印。听说复印的地方，随了一上楼个单钩，想上去随便哪应该有个一连龙服务。我不能讲一连龙的配套。5块让你上海去付，公个比赛带上海来一道海。哎呦，嘎达啦！哎呦，也是2块钱是吧？好好好，你给我打，稍微等会儿好吗？好出气的。哎呦，总算打出来着，你快让你抽脱，马上冲过去。围住！哎呀，还是。 从早上6点钟出门，到现在11点半，申根签证的材料总算赶上去，也是870块洋钿，抽脱。3点也能去成功，尽人事待天命。外滩往事，刚吃想进去，想想还是赶得兰城路去，有点牵记上趟各位CSA过。兰城路分单，大湖村单子，怪不得搿趟的上海粉丝也喊我寄手最青头子不知道。买一个青团子5块，我要转去嗨嗨叫比比看，搭我蛋糕的单子与少的区别。搿次热天，兰城路一单子。 商店满头商品哦，热得了，谁子哥也切去了，撇开，啊为鸡汤的菜鸡汤来一餐，兰母鸡个印子也没，米筋生肉，一点点肉个你也吃不出来，81拌肉，81我有点酸自己的，啊不来，有个肉，这个娘亲海得不得哟，这个海肉，哎呀，看这个蟹搞完了海。